说你男朋友家在哪？那边我很熟啦，包准10分钟快递到他家。你很烦呢。我今天可以睡你家吗？我明天要打球啊，可是人家好累哦，不然明天早上起来一起走就好啦。我不习惯跟别人一起睡。你现在是在赶我走吗？有没有这么现实啊？我哪有啊？你少在那边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家里住很远。好了，我们要早起，你不要赖床了。我才不会。那你有没有衣服借我？还需要穿吗？你真的很色你。奇怪，你怎么不叫你男朋友来接你嘞？我男朋友他摩托车坏掉啦，所以我去找他比较方便。哇塞，男朋友上辈子积什么阴德啊？前面是打对不对？我今天可以睡你家吗？我明天要打球啊，可是人家好累哦，不然明天早上起来一起走就好啦。盼，难道我会不在家？不会啦，他不太喜欢去夜店。那个下一个红绿灯，第2条巷子右转。奇怪，你怎么不叫你男朋友来接你嘞？我男朋友他摩托车坏掉啦，所以我去找他比较方便。哇塞，男朋友上辈子积什么阴德啊？前面是打对不对？有车！会不会骑车啊？大哥，是你自己先闯红灯我车坏了啊！你还好吗？你有没有受伤？哪有坏啊？明明就只是倒下来而已啊！看你自己看呐，有没有坏？走了，不要理他。走。肇事逃逸是不是？不要肇事逃逸啊！到底想怎么样？是你自己先闯红灯的，而且是你自己跌倒的。你撞人是不对，我要叫警察。叫啊，谁怕你？我来了。哎呀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么晚又这么临时，真的不好意思哦。现在全台北大概就只有你可以接这个 case， 真是太敬业了，太感谢你了。少来这套啦！今天到底是要拍几套啊？怎么会有 model 临时绕跑120套。120套？这是要拍多久啊8个钟头。我不要，我走。等一下，价钱很好，2倍，好不好？2倍。2倍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了，赶快开始啊 OK 好，我们开始喽。好。去找你男朋友吗？太晚了，我爸一直打电话来，我要立刻回家了。好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么衰的事情。不会啦，又不是你的错，而且我们只赔了500块。就算是500块，我还是赔得很不甘愿啊。人平安就好了。那个我要叫车，我可以等你的车到。好。
全都要了。这一排我都要了。好了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哇，黑色。送你。阿姨，你喜欢什么？我买给你。真的。可是你爸爸的房子的钱怎么办？我爸爸的钱？对，我怎么忘了？为什么在这边买东西啦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已经没办法退喽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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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不要回去呀？我要锁门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其他人呢？啊，他们都已经回去了。哦，我马上离开。好不好意思。好像是做梦。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教练你好，我经常来健身房做运动，所以器材大概都知道怎么使用的。OK， 我是怕你器材不会使用，肌肉可能会受伤。我了解的，健身目的呢是让身材更匀称，运动目的呢是让身材更健康。你放心，我知道的。谢谢教练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没事，要不？对，很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啊。谢谢啊，小伙子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来啊，认真啊！哎呦！不好意思。哎，大哥，不是嘛？我们打认真的，有毒饮料，那球一直过来。不好意思，这球老滚过来让你们捡是吧？真对不起，你们是打认真的？对啊，打认真的啊。哦，那干脆大家一起打。啊？可以哦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哎，球是圆的嘛，不就打球吗？你不要说我们欺负你哎。哎呦，没事儿，就好玩嘛。好啊 ，OK 吧 ，OK 啊。好，来试试。Blow it up！ 来，开始，来，球！喂，哎，走啊！好球！哎，有没有毒饮料啊？啊，可乐还是高粱？我们煮高粱的。来，再来！来，走！吃了！哎，走啊！不多。两瓶哦，哎，也不多，2瓶而已。来，继续。哎，别垂头丧气，我们打认真的，才2瓶高粱呢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干嘛不收我？哎，高粱哦。教练呢？不好意思啊，6瓶高粱而已啦，下次打认真的啊。哎，到底呢？等来啉酒。走了，回家。哎，弟弟走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干嘛？很熟。哎，
他们也太强了吧！他可以边吃我还边笑哎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！接着我后来喝咖啡加糖，不行。我刚好呢在附近开会，就想说把这个帮你设计的图给你看一下。你刚刚笑什么？只觉得你懂事啊，现在喝东西都不用加糖的。你可以直接说我年纪到了，谁不喜欢加糖？不用这么迂回吧？懂事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